Yawjawai tu saka jaman-jaman makai tina na sulibat. Saka tu saka jaman-jaman aureja supui na kai no atsamas imazai to irimia suratan. Imazai to 50 kayan. Imazai to ita karan pato sepaca puluh katu una makaran. 耶利米书50章1节到46节。巴比伦被占领。关于巴比伦城和他的居民，上主对我这样说：要向列国宣布消息，发出公告，要发出信号，公开传播。巴比伦陷落了，神明马杜克被粉碎了，巴比伦的偶像蒙羞受辱，可憎的神像被摔破了。有一个国家从北方来攻打巴比伦，使他国土荒废，没有人居住，人和野兽都跑光了。以色列人还乡，上主说到那时，以色列和犹大的人民要一起来，边走边哭的寻找我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寻找往锡安去的路，朝走那方向走，他们要跟我订立永远的约，永不背弃。我的子民像迷了路的一样，我的子民像迷了路的羊，他们的牧人使他们在山中迷失，从一个山林流落到另外一个山里，找不到自己的羊圈。凡遇到他们的都吞噬他们。他们的敌人说，我们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得罪了上主，他们的祖先信靠上主，他们也应该对上主忠实。以色列人啊，逃出巴比伦吧，你们要抢先逃离那个地方。我要发动北方列强联合起来攻打巴比伦，他们要列阵进攻，攻下巴比伦。他们的箭头像神箭手发射的箭，直直射中目标。巴比伦要被洗劫他的，要随意掳掠一切。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巴比伦陷落。上主说：巴比伦啊，你们侵略了我的国家，竟然为此狂欢，像在牧场上踹鼓的小牛和嘶叫的马匹。但是你自己的大臣要蒙羞受辱，巴比伦要沦为最弱小的国家，成为干旱无水的旷野。因为我发的烈怒，没有人住在巴比伦，他将凄凉荒废，每一个过路的人都惊骇唾弃。弓箭手啊，要列阵进攻，包围巴比伦，要拉弓，把箭头都对准巴比伦，因为他得罪我上主。要在巴比伦四周呐喊，巴比伦投降了，他的城墙被冲破拆毁。我在巴比伦人施报复，你们也要向他们报复。他们怎样待别人，你们也要照样待他们。不要让他们播种，也不要让他们收割。城里所有的外侨为着躲避来侵犯的军队，都逃回本国了。以色列人还乡，上主说，以色列人像被狮子追逐驱散的羊群，亚述王先吞吃他们，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接着啃他们的骨头。为了这缘故，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要惩罚亚述王，我也要照样惩罚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国家。我要领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他们将吃加密山和巴山的土产，享受以法莲和基列一带出产的五谷。到那时，在以色列选不见过犯，在犹大也找不到邪恶，因为我要赦免我所宽赦的那些存留下来的子民。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帝审判巴比伦。上主说，你们要去攻击米拉大翁人和比哥的居民，把他们先灭了。你们要照我的命令执行。我上主这样说了。巴比伦境内可听见战争的呐喊，有大毁灭。巴比伦曾经像
一把大铁锤征服了全世界，但现在把铁锤被捣碎了，列国因看见了荒凉而震惊。巴比伦啊，你敌对我，你已经跌进了我为你张开的网罗，你却不知道，我打开了金械库，在烈怒下搬出武器。我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对付巴比伦，要从四面八方进攻，打开他的谷仓，把战利品堆在一起，好像堆谷物一样，要把这个国家全部摧毁，什么都不留下，杀死他们的兵士，全数歼灭。成了巴比伦啊，巴比伦人，他们受惩罚的日子到了。从巴比伦逃出来的难民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诉说上主我们的上帝怎样因巴比伦人烧毁圣殿而施报复，要召集弓箭手去进攻巴比伦。凡是会拉弓射箭的都来包围这城，不许有一人逃脱，要照他所该受的报复。他怎样待别人，就照样待他，因为他狂欢的敌对上主以色列的圣者。他们的年轻人将在大街小巷被杀，所有的战士在同一天被歼灭。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巴比伦啊，你太狂傲了！我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敌对你，我惩罚你的时候到了。你这最狂傲的国家要扑倒，没有人把你扶起来。我要放火烧你的城镇，周围的一切都要被烧毁。上主万军的统帅说，以色列和犹大人民都被压迫，俘虏他们的人紧紧地抓住他们，不肯放他们走。但是他们的救赎者大有能力，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他要亲自替他们伸冤，使大地安宁，但他要使巴比伦人民惶恐不安。巴比伦灭亡了，死亡临到了他的人民、统治者和谋士，死亡临到了他的假先知，他们愚不可及；死亡临到他的战士，他们惊恐万状，摧毁他的马队和战车，杀死他的佣兵。他们是多么脆弱，毁灭他们的财宝，随意抢夺掠夺，降旱灾在他的国土，使他的河流干涸。巴比伦是偶像林立的国家，偶像愚弄了人民，所以鬼神、巫灵和枭鸟要在巴比伦出没，没有人居住，永远不再有人住在那里。从前我上帝摧毁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的城镇，巴比伦也要同样遭毁灭，不再有人在那里居住。我上主这样宣布了：瞧吧，有一个民族要从北方来，是远方的一个强悍的国家，许多君王在准备作战，他们用弓弩、刀剑装备自己，又蛮横又残暴，他们骑马奔驰，像狂涛怒恐，他们准备好要攻打巴比伦。巴比伦王一听到消息，手脚发软，他非常痛苦，好像产妇阵痛。瞧吧，正像狮子走出约旦河边的丛林，来到翠绿的牧场。同样，我要突然使巴比伦人逃离他们的国土，然后我选立的统治者要统治这个国家。谁能跟我相比？谁敢向我挑战？哪一个统治者敢反抗我？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计划。我要敌对巴比伦，对付城里的居民，连他们的小孩都要被人拖走，人人都要恐惧。巴比伦陷落的时候，将有大声音使大地震动，恐慌的哭声要传到其他的国家。就开诺怎么？Satu tu asinan apuro kai ima在短seperti apuro karam。从前我上帝摧毁了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的城镇，巴比伦也要同样遭毁灭，不再有人在那里居住。
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耶利米书50章40节。读出阿卡德米德曼阿西尼布巴达尔湾，巴比伦无所不在，巴比伦无所不在。在主前第6世纪，巴比伦帝国在尼布甲尼撒的统治下，成为中东地区第一大国，并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巴比伦城高大宏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其中的空中花园更被誉为7大古文明奇观之一。不过，圣经中的巴比伦也是偶像崇拜、罪恶、淫乱、被盗的代名词。因为巴比伦的罪恶滔天，上帝要叫巴比伦喝下他杯中义愤的烈酒，在1日之内，他的灾害要来到。参阅启示录16章19、18章1至8节，耶利米书50章和51章论及巴比伦的败亡，公义的报应将临到这个曾被上帝用来惩罚他子民的国家，同时也论及上帝要领回以色列人重返故土。所多玛、俄摩拉的罪是人类对抗上帝的癫狂罪行。参阅创世纪19章1到28节，那戏剧性的毁灭景象，燃烧着硫磺从天上降落在所多玛和俄摩拉，严肃地呈现上帝对世界的审判。曾经是最华美的巴比伦城，也要因其狂傲而受上帝的惩罚。巴比伦将不再有人居住，连过路的人都惊骇唾弃。历代先知极力宣讲，全世界都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的公义和公正是他的普世标准，包括以色列和犹大国。若忽视上帝的旨意，就有危险。掌权者若为追求权力、野心而牺牲他人，这样的行为也必然招致上帝的惩罚。罪恶之城充斥各样偶像崇拜，这些崇拜化为不同形式诱惑人心，有的是权力崇拜，有的是乔装为维持法治秩序的控制崇拜，有的是对物质经济的金钱崇拜，也有只关注个人灵性安逸的崇拜。我们要小心，避免落入古巴比伦的巴别。希伯来文意思是混乱崇拜，以人的能力为中心而不及之。自古以来，人类总是企图建立高大宏伟的建筑，来凸显自己的权势，在追逐成为世界中心的霸权地位之外，更对贫穷弱小国家造成经济和武力的压迫。古代的巴比伦帝国虽然毁灭了，但今日仍有国家以不同样貌的巴比伦继续存在。因为贪婪的欲望造成自然资源的耗竭，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道德伦理的低落。不止如此，还造成国与国的经济与经备竞争、战争。我们应当警醒，时常祈求上帝让人悔改，除去巴比伦世俗主义带来的堕落。我们相信上帝不会对不公不义漠视不管，也不会放任人类纵欲过度日。总有一天，他必降下审判，使邪恶者毁灭，使属于他的人归回。求玛那些你把它这个都错个点嘛点嘛，啥都错阿些你把给你们呢？巴比伦最严重的罪行是什么？他的毁灭对我有何启发？现在都错个点嘛点嘛，阿鲁达。Ikalu na kinumnem latina na gamalu kinumnem ayakana pasamarau ka inuli。公义的上帝，你是世界的主宰，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实践你公正公义的普世价值。求你帮助掌权者，不以个人私欲为重而轻看你的管教，让他们能听见受压迫者的声音，看见弱势者的困境，实践上帝国的真道。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Mali tu chua kadia jaman na makati na misila silang akilarai to mana sini pada de kateno ta kama cemas
laca pina unut saca pasusuin alai katinana jesario tua mana sini pada dekatan wacaka semat nu nana pasu suci nu capa susuin ni cua pada dekatan wacaka mat semat cara kisah selang cara tinia ketin cara dila kebetin wacaka mat semat no semana ketin no vekangatina jesario no vekangatina mahasiswa tuaca salingan majelitina jesario tamana sini pada dekatan wacaka semat lutin saka tutin aisyata kina ni jalan aisyata kina sinjan tayau latinana kemelang latinana pasususu sakamaya tuaca kama semas tua sini pada dekat no vekangatina ramai ngarawat setuaca binarungan majelitina jesario saka acu mana sini pada dekat tu saka zaman-zaman tanutin atisu natiakan latinana kilaroi saca pasusuin sini pada dekat tenuaca kama semas laikatina paswar imazai tua sotoma kata ca umura aica inalan inulipan nuaca kama semas ayatua ropa saliwan tiamadu imazai tua inalan tayau saka latinana kemelang latinana punangaringau ayakana demikiki japa semarau saka mali-mali latinana sudiva tu suaca kini adawan taja pingan